呢餐好多人，但係咧唔使我埋單。大家好，我係有一句講句嘅 Theo 啊。除咗搬磚可以令日夜顛倒嘅我，太陽未落山就出門嘅咧，就只有飲酒啦。如意和月軒。今日呢餐酒嘅主角咧就係格蘭菲迪上一年年底先啱新推出嘅 XS 系列啦。所謂嘅 XS 意思咧就係 Extra Sherry， 通俗理解嘅話咧就係更雪莉啊。比起常規嘅15年、18年同埋21年，多咗一輪高端雪莉桶熟成啊！整體風味上咧，雪莉嘅甜香同埋酒體嘅厚重感都全面升級咗。今日到場之後先發現啦，原來今日咧做分享嘅老師係我2015年嗰陣嘅舊同事，都算係一份咧意料之外嘅收穫啊！呢個系列咧一共有3款嘅，酒精度咧都係42度。為咗方便大家理解咧，我整咗3張對比圖㗎。用我嘅感受嚟講嘅話咧，就係由於咧XS 15年咧係用 Oloroso 雪莉桶嚟收尾嘅，因此咧佢飲起身嘅味道更加青蘋果，更加太妃糖，油脂感重，甜感咧都明顯嘅。XS 18年咧則係用呢個 Moscatel 雪莉桶收尾，因此咧焦糖水果同埋杏乾嘅風味咧更加突出。XS 21年咧係先 Oloroso 再 PX 雪莉桶收尾嘅，係3款酒之中咧口感最厚、餘韻最長嘅，黑糖同埋木質香料嘅風味咧最為明顯。雖然但係啊，我自己咧反而咧係更加中意呢個系列之中最平嘅 XS 15年，飲起身嘅甜感咧相當舒服嘅，酒精感都唔明顯，我強烈推薦啦！喺飲過呢3款 XS 之後咧，呢餐注定酒足嘅品鑑會咧，都係時候進入咧飯飽嘅環節啦。嚟如意點可以咧唔食翻啲生嘢啊？張紅魚魚腩拼生北極貝拼花竹蝦。張紅魚魚腩嘅色澤咧光亮柔潤，鮮度咧無可挑剔，放血處理咧都相當唔錯，食起身咧非常脆，每一啖咧都感覺到有油脂喺魚肉入邊逼出嚟㗎。細估唔到以往咧我淨係會喺高端日料店入邊見到嘅生北極貝咧，而家喺呢度都食得到啊！呢個咧真係唔建議點豉油同埋芥末㗎，淨係點少少鹽咧先係正解，可以咧更加好咁帶出北極貝嘅鮮甜，口感脆嫩無渣嘅生北極貝咧真係冇理由唔值得我強烈推薦啦！呢個品鑑會咧都真係幾抌本㗎，居然咧仲安排埋花竹蝦。雖然咧個頭唔算大，但自帶鮮甜嘅花竹蝦咧，真係比常規嘅羅氏蝦生好食太多啦！一碗熱燙嘅湯過後咧，繼續食生嘢啊！食完魚腩，再食呢個張紅魚嘅魚身，直接油鹽嘅體驗咧就幾唔錯啦，唔需要靠薑絲啊蔥絲嚟輔助。我哋咧仲食咗辣得好鮮活嘅黃椒醬蒸頭尾，今晚唯二嘅主食之一嘅脆皮燒鵝陳村粉。非常好送走嘅滷水掌翼同埋椒鹽牛蛙腿，大隻好抵食，鑊氣又足嘅薑葱生炒花甲王，中規中矩嘅蔥油淋海蟹，回油做得非常好，口感爽脆唔油膩嘅香煎金錢爽鱔，相當入味且口感啱好嘅鹽焗海螺，用油量非常克制嘅薑油焗水魚，鮮甜爽脆嘅蘿蔔絲浸沙蟲，而家正係當造嘅荔枝菌蒸雞。最後登場嘅咧係食得出蘿蔔清甜嘅煎蘿蔔糕啊！呢個咧真係好鬼好食噶，就算當時咧我已經幾飽啦，都仲係食咗3嚿啊！呢餐好多人，但係咧唔使我埋單。而家講句，呢餐咧暢飲 XS 全系列嘅飯咧，食得真係幾唔錯噶。雖然咧唔知道具體價格，但我只知道咧經費在燃燒啊，而且冇我想象中嘅嗰種一班陌生人坐埋一齊面面相覷嘅尷尬，有嘅咧只係一班咧中意飲酒嘅人坐埋一齊飲食，頻頻舉杯，餐台氛圍極好啊！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